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2020年的代表日票选的结果，防疫的疫得到压倒性的胜利，摕到年度代表日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真侪节奏被拍乱。也毋过嘛，伫疫情之下，看到无同款的台湾，台湾防疫成功，全世界同人学乐。2020代表是疫情的疫。今年疫情1日以28441票，超过1/3的票数，成为2020年度的代表日。COVID-19 确实笼罩着全世界，带来了上千万人的感染，以及上百万人的死亡，所以我们大家谈立色变。真正是讲到疫情，大家都惊新冠病毒冲过1000外公里，直逼台湾，全世界旅游境界提升到最高等级，边境防疫管制真严，出入国门无遐自由，旅游业者更加受到影响，入去封闭的公共场所爱挂嘴安，生活一切拢受到影响。整个被疫情拖累了很多事情，对啊，包含像不能出国，然后还有很多活动都取消。今年的疫情有影响到一些工作啊、环境啊，所以就蛮需要大家一起去治疗的，因为那个疫感觉就是要治疗。嘛，伫这个时阵看到无同款的人性光辉，面上有辛苦负责的魂，无眠无日保护人民健康的医护人员。帮我们把护照打开来哈。伫机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为了减轻药水负担，主动到药局协助药师分喙暗的志工，以及伫这段时间互相合作，做伙抗疫的民众。感觉一开始大家很松散，后来政府做的还算不错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就比较团结一些。很团结，对于防疫这件事情，大家都很合作。我觉得大家的公德心都还蛮强的，所以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在这一块上面。台湾伫疫情的考验下，每一步拢行甲真谨慎，无得靠新冠疫情，无遮简单就离开咱。不过因为团结，咱通过严格期中考，嘛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台湾价值。